来看台南总艺艺文中心文系故事馆呢，是来举办时代的声影特展，透过 AI 的科技艺术的创作，也有影像的资料，来呈现文系少年时爬上舞台的模样。这册展览是邀请到音乐家、艺术家，也有设计师，看时空甲伊的音乐创作来展开对话。 舞台顶下白色麦克的是互人合作报道歌王文化，就会透过 AI 科技模拟当时以少年顶代模样。实践大学的教授参考日本时代古早拍板版型，以龙主、财主、音乐人三种角度，重新设计文化的舞台服装。这阵总艺艺文中心当日展时代声影特展，透过影像手稿多位顶作品，要互人看文化的音乐人生，嘛展开一场下时代的艺术对话，民众拢讲看甲不假笑脸。囡仔个听的歌大汉，有这机会我是来怀念一下，袂歹。啊，我嘛上在有咧听伊的歌。阮的一楼叫做回顾，就是老师过去；新的就是互介绍新的人对老师无共的看法。 电视文化局甲5月定说文化会，20是文化的编辑。这摆展览因结合科技媒体，那邀请诞生中边文化的迄个小姑娘，把甲文化过去的乐团老朋友斗阵合唱，加入新时代气味。另外，展场内佫邀请法国艺术家用声音影像做互动，来呈现这首《飘浪之旅》歌词的诗意。迄个小姑娘来当，互咱后一辈少年人会当较简单来熟悉古早。 老师的歌，迄个小姑娘，互小朋友来唱嘛袂歹，所以阮就甲改编较当代的吼。Voilà, donc en fait, c'est un programme qui en fait rejoue en cycle de manière aléatoire. Donc c'est pas une vidéo qui a un début, une fin. C'est éternel en fait, ça tourne tout le temps. Et donc ce qu'on va voir, c'est qu'on va voir un dialogue qui est mis en scène par Thierry avec des peintures sur le texte de Wencha, sur les paroles. Et c'est ça qu'on va voir comme ça dérouler. petit à petit dans l'image. 文化局指出，连续3礼拜假期拢有安排无同的活动，无论是京剧讲唱会、怀旧市集，也是故事馆的导览，拢希望会当成少年人来了解咱在地音乐甲历史故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